咁就身口都係咁樣行，於意業上係精進無有間歇，所以三業精進就無有休息，不覺疲勞厭倦，因此就叫做念念相續，無有間斷，身語意業就無有疲厭。咁講到呢度呢，十大行願就係講完啦，由第一禮敬諸佛，第二至到第十普皆回向，十大行願我哋都講咗好耐啦，到呢度然後先至講完。咁但係雖然講完，我哋過去呢，由第一禮敬諸佛嗰陣時呢，嗰個時間啊，開嗰陣時開講嗰個時間啊，至到現在呢，已經係隔咗好耐啦，好耐，可能呢，有陣時都唔記得啦，係咪？所以呢，現在呢，我係要將呢個十大行願作一個簡單總結嚟到去解釋，咁樣呢，可以喚起我哋唔記得嘅嗰個記性呢，都記翻一啲。在呢個十大行願之中，我哋先講呢個第一禮敬諸佛。呢個禮敬諸佛啊，喺佛陀嘅本身立場呢，佢就唔會執着人哋對佢禮唔禮嘅。哦，你今日嚟拜下我咩？我又歡喜一下。啊，你唔拜我咩？我好似唔係幾高興。唔會噶，佛陀唔會。你對佢禮與不禮，佛陀無有歡喜，無有嗔怒。你話你對佢禮拜，佢又亦都唔會32相之中增多一相。你對佢唔禮拜，佢亦都唔會話憎咗你啊，你唔好嚟啦，亦都唔會咁講。所以在佛一方面呢，無歡喜無憎惡，無關乎榮辱。但係啊，在我哋眾生呢方面真係有問題啊！自從我哋多生多劫以來，時時俾煩惱所驅使，內心懷着一種乜嘢心啊？時時懷有貢高我慢之心。呢個貢高我慢之心呢，任何人都有嘅，不過呢，唔知嚴重抑或唔嚴重嘅啫。如果係嚴重嘅就表露出嚟咯，唔嚴重嘅就喺內心偷偷講，係咪啊？呢種貢高我慢之心，睇人唔起，往往係對人冇禮貌、無禮，或者輕視他人，或者對人呢，呢個人都唔知乜嘢人嚟嘅，睇見佢累累堆堆咁，唔睬佢，對人不大理睬，甚至到對賢聖、對有德嘅人呢，乃至到對三寶，亦都傲慢不循，睇唔起，都唔知乜嘢叫做佛，乜嘢法叫做法，乜嘢叫做僧。咁呢啲呢，就係無始以來嗰種嘅煩惱積集、貢高我慢嘅習氣，以呢一種咁嘅傲視凌人嘅心態啊，我哋又點能夠感通佛菩薩聖人嘅加被呢？呢個業障又點樣消除呢？所以呢，我哋聽經聞法就係從呢個經裏邊嘅道理要明白。我哋唔係話聽咗之後呢就算數，聽咗之後呢係對我哋有一個警惕，時時有所警惕，咁樣呢提起我哋嘅善念。呢個善念提起嘅時候，發出呢個心口呢都係善行。因此呢，呢個佛法對我哋係非常之有好處。如果我哋唔能夠咁以呢個傲慢之心，唔能夠感覺佛菩薩嘅加被，只有係加重自己嘅業障。咁呢個業障咪從一層一層咁積起咯，積起幾時先至穿得佢過啫？
但係啊，如果我哋能夠歸敬三寶，能夠禮敬諸佛，令到自己嘅心呢係柔軟嘅。當我哋禮佛嘅時候，我哋有一個好歡喜嘅心，好平靜嘅心，好和平嘅心。呢個心呢係唔會粗暴，係柔軟。由呢個柔軟之心就生起真正嘅恭敬，由呢個恭敬就可以懺除我慢嘅業障，將來可以生尊貴之家。因此我哋呢就要禮敬諸佛，就係第一種總結嚟到去解釋，即係簡單嚟到總結一下。所以普賢菩薩呢要教我哋禮敬諸佛，就係咁樣。第二種稱讚如來，如來嘅聖德非常非常之廣大，正所謂冤親平等，讚毀無所爭選嘅，八風不動。世間嘅眾生習氣深重，呢個分別心咧特別重嘅，因為佛陀咧係具足有福德智慧，相好莊嚴。你讚佢，佢亦都唔會加多；你唔讚佢，亦都唔會減少。但係我哋在我哋眾生份上，習氣深重，分別心咧特別厲害嘅。呢個人同我好啲咩？我又對佢好啲。呢啲係世間上平常人，一切人都係咁樣，唔係話邊一個。呢啲係我哋眾生嘅分別心。尤其是眾生對於呢個稱譏苦樂、利衰毀譽、稱讚譏諷嘅、苦嘅、樂嘅，對我有利益嘅，對我冇利益嘅，對我毀謗嘅，對我讚嘆嘅，咁呢啲外境啊，外來嘅境界咧，我哋呢個分別心咧極之注重㗎喎。你話你就算係唔係都好啦，佢真係好嘅啫，嗰種歡喜心一就由心笑出嚟噶啦。如果你話佢嗰個人咧唔係幾好嘅啫，哇！嗰陣時咧面又紅、耳又紅、眼又紅，我有咩唔好啊？嗰啲脾氣咧就從內心發出，係我哋眾生嘅分別心。呢啲係煩惱嚟嘅，無始以來積集嘅煩惱，並唔係話你有我冇，我冇你有，唔係喎，大家好平等啊！呢啲煩惱個個都有咁嘅心念嘅，真係咧唔輸蝕嘅，個個都唔輸蝕嘅，在凡夫嘅地位。但係咧睇下你輕與輕，即係睇下你薄與厚。有修養嘅人，有佛法熏陶嘅人，係一向有呢個修德嘅咧，呢種煩惱就薄啲。但係咧，我哋冇修行，好似我咁樣冇修行嗰種嘅定力嘅咧，接咁多咧就起噶啦。因此咧，呢啲係我哋眾生無始以來嘅煩惱嚟。因此對於外邊動不動都話面子有關啊，我要面噶嘛，係咪？因此咧喺呢個時候咧，脾氣就嚟噶啦。故此係為咗一己之私，往往就出言不遜啦，鬧咯，惡口鬧人咯。你話我唔好咩？我咪就鬧過你咯，鬧過你先至得。所以咧，同人點解相嗌就唔好口，相打咧就唔好手。言語猶如利劍，一拮就拮到去人嘅心嗰度，哇！人哋好痛噶。自己嗰把口一講咧，呢句說話兩三句說話，輕輕咁嘅說話入到人個心咧，人哋好痛噶。你話呢種咁樣嘅言語如利劍，拮到嚟人哋嘅身上啊！你話呢種係咪惡因？你惡因啊，你就要受果報啦，咪第日人哋又拮翻你咯。呢啲係好公平噶，如是因，咁如是果。又咁樣啊，就造成是非紛爭，人間嘅慘劇。正所謂俗語所謂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，一言傷害啊，就引生無窮嘅禍患。如果我哋能夠改變呢個惡習，隱惡揚善，人哋個惡事唔好理佢，
人哋嘅好處，我哋稱揚讚嘆，更而稱讚佛菩薩嘅功德，讚揚三寶，以此善言愛語啊，就生長智慧。由生長智慧呢，就感得辯才無礙啦。所以啊，如果我哋想辯才無礙嘅呢，多讚嘆人。但係呢個讚嘆呢，唔係叫做呢個假情假意咁樣，所謂皮笑肉不笑咁樣讚嘆人唔得啊！我哋要衷心讚嘆人啊！故此呢，多要稱揚讚嘆佛，稱讚如來，多啲讚揚佛嘅功德。而所以好似我哋聽咗法之後，我哋可以同人與人之間講，佛法呢係非常之好噶，佛菩薩呢係功德好大。我哋如果能夠至誠禮拜佛菩薩，係得到感應，呢種係讚嘆佛、讚嘆法、讚嘆三寶。因此，如果我哋能夠多讚嘆三寶，多讚嘆善行，就會感到辯才無礙。咁呢種係第二種稱讚如來。第三種廣修供養，供養就係以物質嚟到去布施，行布施就係由於內心所發出嚟嘅。我哋心如果係廣大，供養嘅功德亦都係廣大。如果我心狹劣，供養嘅功德呢亦都係微小。如果我哋冇布施供養之心，佢嘅根源就係乜嘢？根源就係屬於慳貪，慳就緊守唔肯付出，貪呢就希望多啦。我個嘢點解要俾你啊？係咪？你嘅就係我嘅，我嘅就係自己嘅，我呢就越積越多，越多呢我就越好，錢都怕多嘅咩？係咪？所以呢，呢種就係貪心，越積越多，越積越多，嗰種慳貪之心就不捨，緊守不出，就慳貪嘅心理。但係啊，我哋反過嚟講啊，你唔願意付出咩？自然亦都冇因緣嚟收入啊！呢啲係好自然嘅事啊！你唔俾我咩？我點解要俾你啊？所以慳貪嘅果報咧，就係乜嘢咧？係貧窮啊！如果能夠轉慳貪而行布施、廣修供養，自然因果得到相應，將來就得到大財富。而廣修供養就係積集呢個福，正所謂量大福亦大，去到度度都有人供養，度度都有人歡喜。咁呢啲呢，就係心量廣大。我哋想心量廣大嘅時候呢，就廣修供養。或者有人啊，我又冇咁嘅力量，我點樣供養？但係我有咁嘅心，我雖然力智物質係好微小，但係我以呢個供養嘅心量而去供養呢，呢個功德呢係好大嘅。所以呢，想免除貧窮之苦，我哋就要種善因。呢個善因就係廣修供養，由供養嘅善因，將來呢就得大財富嘅果報。第四種懺悔業障，障係障礙。由於無始以來，我哋做落損人不利己嘅惡業，人哋有啲啊，好多平時我哋講呢就叫損人利己啊，係咪？其實呢，再深入研究一下，根本上呢，人你就損害到，但係利唔到自己。因為點解啊？你損人呢，人哋受害，你呢種係惡因嚟嘅。你惡因將眼前呢就叫做得糖啦，就幾好嘅，係咪？以為係自己真係得到利益，但係啊，將來未來嘅果報呢，咁就唔知啦。咁啊要受嗰個先知啦。所以呢，損人係不利己嘅惡業嚟嘅。因此啊，今生做人處處受到障礙，處處受到人哋嘅
歧視，或者係受到病苦嘅障礙。故此我哋今生多病啊，都係由於宿業嚟嘅，所以因為業障深重啊，因此今生就多病啊。處處受障礙，受到病，亦都受病苦嘅障礙，受到所求不如意嘅障礙，受到他人嫉妒毀謗嘅障礙。咁呢啲障礙啊，都係由業所招感，故此就叫做業障啊。業係因，受障礙係果報。如果我哋能夠精勤懺悔，改往修來，咁樣呢，三障可以減輕。但係不過在我哋凡夫嘅份上呢，我哋啲煩惱時時唔得控制啊！今日懺，明日呢又唔記得咗。咁啊，現在懺呢，一陣呢我又唔記得咗。點解啊？我俾啲煩惱遮障住啊！所謂妄想紛飛，煩惱紛擾啊！因此呢，我哋就要時時警惕。所以普賢十大行願呢，希望大家時時讀誦佢。朝拜佛嘅時候，又念下十大行願，大敬諸佛，稱讚如來，呢10句好容易啫。晚禮佛嘅時候，又念下呢10句，咁樣時時警惕自己啊！然後先至唔會俾啲煩惱咧一重一重圍到實晒，一啲都唔懂。因此咧，呢個能夠精勤懺悔就可以改往修來，三障就可以減輕，以至到消滅。咁乜嘢叫做三障？三障就係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，就叫做三障。或者我哋念經嘅時候啊，回向啊，願消三障諸煩惱，就係呢三障：業障、報障、煩惱障。希望呢三障消除。咁呢個煩惱就係惑啦，惑就係心理嘅思想，業就係外表行為嘅活動，報係自身所招感嘅現前唔好嘅環境。我哋若能夠懺悔業障，將身心障礙懺除，即係障礙消除。障礙消除嘅時候呢，就可以得到美滿嘅人生，衣食豐足，所求如意，身心得到康樂。有咁樣嘅因緣呢，因此呢，我哋就要懺悔業障。第五，隨喜功德。嫉妒就係眾生心理病態嘅一種嚟嘅。見到人有好處，見到人做功德，自己呢不知不覺啊，就有一種內心啊酸溜溜嘅感覺，好似唔係幾自在啊。見到人有好處呢，咁樣啊，個心呢好似唔係幾安樂噶。咁呢啲就係咩啊？生起嫉妒之心咯。如果人哋做好事，你自己唔生隨喜同情嘅歡喜心，你反過嚟自己所做嘅事業啊，又點會令到人哋支持擁護你呢？所以呢，人哋做好事做善事，起隨喜心。而自己有好事有善事嘅時候呢，人哋亦都會支持你，人哋亦都會擁護你。所以呢，隨喜功德就係要將嫉妒憎厭嘅心理病態消除。於日所做嘅功德，衷心隨喜讚嘆，又有呢種嘅善業因緣啊，然後先至能夠得到他人嘅支持擁護，感得到良好嘅眷屬。因此呢，我哋呢就要隨喜功德。人哋要做功德嘅時候，我冇錢啊，我點樣隨喜啊？唔緊要，
用一個心嚟到隨喜，歡喜贊助人哋。咁呢種咧都係屬於隨喜功德。人哋有功德，人哋做功德，人哋喜歡做功德，我以人哋歡喜之心嚟到去幫助贊助人哋歡喜，咁令到人哋咧個功德咧能夠如法得到造成。咁呢種咧功德係不可思議。所以咧我擁護人，我隨喜人，將來自己亦都得到人哋隨喜擁護。第七，請轉法輪。轉法輪呢就係說法利人。轉法輪嘅功德力量就係吹破煩惱啊，粉碎邪迷。如果佛法冇人講，即係呢個法輪停頓啊，唔能夠發生利世嘅作用。等於我哋係有車喺度啊，我有部車喺度啊，但係我唔用啫嘛。咁你有部車喺度，你唔用咪即係等於冇啦，係咪啊？所以咧，諸佛菩薩時常存有利生之心，但係如果冇因緣啊，亦都唔能夠說法度生嘅。一定咧就係要有因緣，然後先至得到成就。所以在每一個法會之中，講經說法咧係要6種成就。好似我哋讀經嘅時候，每一部經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舍衛國，其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1250人俱。呢段經文係乜嘢？呢段經文就係屬於6種成就。因此咧，佛轉法輪亦都係要有因緣。如果冇因緣，亦都唔能夠說法度眾生。所以咧，如果係能夠說法度眾生咧，就在乎求法者嘅至誠懇切勸請轉法輪。咁現在佛陀唔在世間，咁我哋點樣勸請轉法輪呢？佛陀唔在世間，我哋可以勸請大德法師以及懂佛法嘅人，請佢哋轉法輪。咁呢種咧，真係屬於請轉法輪，請佢哋說法，能夠說法就可以利益眾生，能夠說法呢個佛法就可以得到延續。呢種功德係非常之大嘅，因為請轉法輪就係有聽法者嘅基情，接受佛法教化，法輪就能夠轉動，自然呢就得到感應道交，去除不求佛法嘅障礙，可以生長智慧，得到大慈善根嘅福德。因此第七呢，第6呢就要請轉法輪。第七，請佛住世。諸佛嘅法身係永遠常住，即係個法身呢，呢個色身就係佛陀呢係應化於世間嘅。但係佛陀嘅法身呢係不生不滅，永遠常住。正所謂歷千古而不變，運萬劫而常存。佛陀嘅悲心係無盡，為咗利益眾生嘅基情，佢就要示現有生，示現有滅，有機則應，無感就不通。有機應眾生嘅時候，所以不住世如住世啊，無感不通就入滅，不入滅而示現入滅。以佛嘅法身本無生滅嚟到講呢，就係唔需要請求住世。但係從我哋眾生呢方面嚟到講啊，無始以來既然為咗自性嘅法身禮佛啊，亦都於現前生滅事相之中俾煩惱紛擾，以至到咧我哋終日都係渾渾噩噩、糊糊塗塗咁做人，從迷即迷，越迷咧就越深。唔單獨對諸佛以及三寶嘅功德唔能夠歸敬，反而啊俾業
障所牽纏，我哋力劫對佛輕視，所以普賢菩薩啊，悲心非常之殷切。所謂憫念我哋眾生長迷於生死之中，因此呢，就普勸大眾啊，你哋迷啊，要迷途知返啊，唔好越行越遠啦。如果能夠請佛住世啊，瞻領法益，令到在聞法之中增長智慧，遠離煩惱，就得到業障消除。因此呢，就要請佛住世。就第七種。第八種，常隨佛學，一切如來從發心開始，佢哋所作所行都係為求法而犧牲嘅，不惜犧牲，都係為咗利益眾生而不惜生命。就點樣呢？因為佢了達一切法無我可得，因此呢，內能夠捨生命。捨生命點樣啊？猶如上邊所講嘅剝皮為紙啦，釋骨為筆啦，去書寫經典，勤求妙法。在外呢，就修行布施，乃至到國成皇位妻子，以去利他人，勤修苦行，至到因緣果滿啊！最後咧就圓證菩提，證咗菩提之後呢，仲要說法化道，利益一切眾生。所以凡係佛嘅弟子，對於佛陀嘅所修所行，都應該要隨從學習，嚟到培養自己嘅深廣知識，嚟到培養自己嘅高尚人格。如果能夠常以佛陀嘅所修所行自我勉勵啊，自己勉勵，自我反省，隨力學習，咁樣呢，自然就會受到佛陀嘅偉大人格所感動，去除咗自己嘅宿習舊染，懈怠懶惰日漸就消除，咁於無形之中呢，漸漸啊，就能夠積集福德，成就法身，乃至到圓滿功德。故此常隨佛學，就係我哋佛弟子所應該行以及所應該發嘅宏願。第九，恒順眾生，諸佛之得以成就佛果，乃係由於眾生嘅因緣。在修因嘅時候，如果冇眾生為化道嘅對象呢，佛道啊始終唔得到完成嘅。由於有眾生被救度教化，擴充修行佛道嘅悲願，由悲願發揮至到極點嘅時候，菩薩所修嘅行，然後先至能夠日日漸漸圓滿。因此得成佛果，就係因有眾生為增上緣啦。我哋平時成日都講增上緣，究竟增上緣三個字點解？乜嘢叫做增上緣？所謂增上緣者，就係增長向上進修嘅助緣。因為菩薩說法利益眾生，就係幫助增長眾生向上進修嘅助緣嚟嘅，所以叫做增上緣。所以發心修學普賢恒順眾生嘅願啊，就能夠斷除捨棄眾生障，成就悲願圓滿嘅功德。咁呢啲呢，就係佛果嘅功德。因此第九呢，我哋就要恒順眾生。第十，普皆回向，就將前邊嘅九願，從第一禮敬諸佛乃至到第九恒順眾生，將前邊九願所修嘅功德通通匯集埋一起。我哋前邊修嘅時候，禮敬諸佛又禮敬諸佛，
稱讚如來還稱讚如來，咁樣就分開一個個願去修行。但係現在呢，普皆回向呢，就將前邊9願通通集中一起，歸納在呢個回向之中。咁所有呢，匯埋係一個地方，因此啊，能夠回向係普賢行嘅前邊9種大願。所回向係3處啊，邊3處啊？曾經講過，回因向果、回事向理、回智向他，就係呢3處。將前邊所修9大願嘅功德，通通集中回向喺呢3處嘅地方。咁其實啊，普賢嘅10種行願係以第10嚟到統攝前邊9願所修嘅一切無盡功德嘅，將9願所修嘅一切無盡功德普皆回向於一切眾生，令到一切眾生共證菩提。眾生得證菩提，自己所修嘅行亦都得到圓滿，自利利他，能夠同成佛道。咁呢啲呢，就係菩薩所修所行嘅大願，以及大願最高嘅歸向處。同時喺呢10大行願之中，淨係一個回向願就具有前邊嘅9願。前邊嘅9願之中，每一個願門亦都各具9願啊！所以呢，我哋要明白呢種道理。由於禮敬諸佛，在禮敬諸佛之中呢，已經含有稱讚、供養、懺悔、隨喜、請轉法輪、請佛住世、常隨佛學、行順眾生呢啲咁樣嘅願行，而將所有嘅功德盡皆回向於無上菩提。禮敬諸佛含具其他9願，其他9願呢，亦都各具9願啊。稱讚如來呢，亦都具有禮敬諸佛啊。當我哋稱讚佛嘅時候，我哋亦要禮拜佛啦。好似我哋法會之中唱讚，我哋自己以為係唱讚，其實唱讚就係讚歎佛菩薩嘅功德。因此咧，我哋唱讚嘅時候，亦都係有禮過佛啦，係咪？所以稱讚如來，亦都含有禮敬諸佛，亦都有廣修供養。我哋以香花飲食嚟到供養啦。因此咧，每一個願都包含9個願，一個願之中9個願已經包含在內。咁樣咧，每一個願含有其他9個願，願呢互攝互融。呢種係乜嘢？呢種係華嚴法會嘅重重無盡境界，一願攝一願，一願攝一願，重重無盡。一法門之中具有無量嘅法門，無量法門之中含攝在一門之中。所謂一切法門無盡海，普會一法道場中。呢種咧係華嚴嘅最高深嘅境界。所以修學大乘佛法，發心學普賢行，以圓融法界為宗趣啊！心無取着，與理相應，契合修一切行，度一切眾生，斷一切障，願力廣大，悲心擴充，唔拘局滯礙於狹隘嘅心境，圓滿功德自自然然就會顯現。所以普賢菩薩呢，就以身作則，自己如是行，亦都教眾生如是行。咁呢啲呢，就係普賢菩薩嘅大行大願。以上呢，就係將普賢菩薩10大行願嘅意義作一個簡單總結嚟解釋。咁喺呢度呢，真真正正10大行願係講完。
善男子，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大願具足圓滿。若諸菩薩於此大願隨順趣入，一能成熟一切眾生，一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一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。是故善男子，汝於此義應如是知。咁呢一段嘅經文啊，就係叫做結益令知啊，總結修行十大願王嘅利益，令到善財以及華嚴會眾了知呢種道理，就叫做結益令知。其實呢段經文呢，亦都係結顯三處迴向嘅。善男子，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大願具足圓滿。呢度呢，就係總結前邊所講嘅十大行願，以上所講嘅就係大菩薩們啊所修嘅十種圓滿具足嘅大願大行。菩薩修一行，具足其他嘅行門，故此呢，就叫做具足圓滿。我前邊剛剛講過呢，即係一願之中具有九願，願願相攝嘅，所以呢，就叫做具足圓滿。呢度稱為菩薩摩訶薩，摩訶就係大嘅意思，咁摩訶薩呢，就係大菩薩。大菩薩就係程度高深，有大智慧，有大神通，有大福德力，屬於十地以上嘅菩薩，或者係十地後心十地之後呢，就係等覺啦，就係十地後心至等覺位嘅發生大事，所修圓滿具足嘅願行。大菩薩佢哋一生能夠現無量身，修無量行，每一行都係無所住着，故此每一行都能夠同真如妙理相應。因此啊，於此十種大願能夠圓滿具足，故此叫做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大願具足圓滿。若諸菩薩於此大願隨順趣入，則能成熟一切眾生，則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。咁呢段文呢，就係屬於結顯三處迴向。如果一切初發心嘅菩薩依呢個十大願努力實行，漸漸呢就會成就一切功德。初發心嘅菩薩，佢哋嘅智慧力呢未曾充足啊，福德力未曾夠啊，當然係唔能夠好似大菩薩們修一行能夠圓滿具足十大願行。但係既然發心，就要修菩提行。若果只係發心而不行呢，就等於未發啊！我雖然係發咗心啫，但係我都唔喐嘅。我想去一笪地方，係想，因為個心想啫嘛，但係個心都未曾付諸於行動，咁即係呢，想即係等於未想啦。如果發咗菩薩心，發咗菩薩心而唔行嘅，咁就發咗就等於未發啦。故此呢，初發心嘅菩薩雖然力量係未曾充足，唔能夠好似大菩薩一樣，但係呢，亦都應該於此十大行門，一一發願，隨力隨分努力去實行。淺慧就叫做隨順，隨順呢就係淺慧，就在實踐學習做利心嘅工作，就叫隨順。深慧呢就叫做趣入，
意思咧就係講作利生嘅工作，利生嘅工作至到力量雄厚，從淺慧漸漸就趣入菩薩嘅深慧。猶如深慧嘅諸大菩薩，佢哋咧就能夠分身十方世界嘅，一身能夠現無量身，在呢個十方世界之中講作佛事，能夠現不可說不可說嘅身上做利生嘅工作。咁呢啲咧就屬於趣入，已經進入去真正菩薩利益眾生嘅境界，又有啲大智慧力，因此咧喺十大願之中修一願就能夠具足十願。凡夫力量微薄，喺十願之中但做一事啊，亦都唔能夠如法圓滿啊。所以我哋做嘢咧就要一樣還一樣做啊，一樣唔能夠一齊攬埋一起做啊。如果攬埋一起做咧，就變咗更加亂添，雜亂無章。凡夫嘅力量唔夠嘛，做事咧就係一樣還一樣做。但係佛菩薩嗰個力量雄厚，在修一願之中已經係具足有十願。凡夫力量微薄，於十願之中，但係做一事都唔能夠如法圓滿。不過我哋要知道，所謂千里遠行就必有最初一步。如果我哋能夠下決心依願修行，漸漸都可以深入隨順趣入。我哋知道釋迦牟尼佛當初亦都係凡夫修行而成嘅，唔好以為係天生嘅，以為係虛無縹緲嘅神仙啊，其實唔係嘅。佛陀咧係真正係人間，出生在人間，修道在人間，成佛在人間，說法在人間，完全係不離於呢個世間。所以咧，佛陀亦都係由凡夫修行而成，就最初亦都係一步一步咁樣嚟到去修嘅。因此咧，在我哋凡夫嘅地位，如果能夠下定決心依願修行，漸漸深入，咁樣咧，將來就會達到大菩薩境界嘅一日。因此咧，漸漸深入咧，就可以隨順趣入呢個十大行門。咁樣啊，能夠隨順趣入咧，就能夠成熟一切眾生啊，乃至到培養眾生嘅善根，即係下化眾生，以慈悲智慧之力去引導佢哋，令眾生未明白嘅、未了解嘅，等佢哋得到明白、得到了解；未曾修嘅，教佢哋，令佢哋得到修行；善根未成熟嘅，令佢哋得到成熟。咁呢啲咧就屬於大悲行，不但能夠下化眾生，成就大悲行，而且啊，更可以上求佛道，隨順佛嘅大道，成就大智慧之行。咁樣呢，則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菩薩做成熟眾生嘅工作，就係菩提佛果之因，於廣利眾生之中，福德智慧漸漸積集圓滿，就能夠進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嘅佛果。凡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翻為中國音呢，就無上正等正覺，就係成就佛嘅位置，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。如果能夠一一實踐十大行門，令一切眾生嘅善根成熟，自己啊亦都因緣果滿，能夠得到趣入走向無上菩提佛果之人，就自然會成就圓滿普賢菩薩嘅諸大行願海。咁呢度所講嘅海呢，
就唔係我哋而家普通嘅大海喎，唔係太平洋，亦都唔係印度洋，亦都唔係大西洋。咁呢度所講嘅海呢，就係《華嚴經》中裏邊所講嘅普光摩尼香水海，廣大無邊無窮無盡，就係譬如菩薩嘅行願廣大，猶如普光摩尼香水海，廣大無有窮盡。所以話若諸菩薩於此大願隨順趣入，則能成熟一切眾生，則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。咁呢一段文呢，就稱為叫做結憶令支，就係總結。如果菩薩發心修十大行願，依此大願隨順收集，從淺可以入心，就得到三事成就。邊三事呢？我哋從呢個經文就可以睇到啦。第一就係能夠成熟一切眾生，第二就能夠隨順趣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第三就能夠成就圓滿普賢菩薩嘅廣大願海。咁由依啲實現而行啊，又能夠圓滿大悲，成就大智，直至到菩提。所謂中間永無諸委曲相，所謂委曲者就係魔障，種種障礙就係委曲相。現在依此行願而行，圓滿能夠圓滿修行呢個大悲大智得到成就，咁樣呢，直至到菩提，中間都冇種種嘅魔障法。